興係成為即係第一次雙導行嘅培訓嘅講師啦咁啊。咁咧因為其實特登揀呢個題目咧，就係因為其實第一次去即係做雙導行嘅呢一個咧，大家都係第一次出席一個正式會議啦咁啊。咁所以咧都覺得今日去俾大家同大家一齊去 plan 下你個雙導嘅藍圖，或者你係去行事你從商方面嘅藍圖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啱嘅一個機會嚟嘅。咁咧首先考大家呢個咧 Coin 可能會知答案，所以如果你知答案你就唔好你就暫時忍一忍先。好，咁樣話説咧，咁你就即係上咗架船啦，係唔係拆船嚟嘅？上咗一架船，咁咧就咁去到大西洋嘅中央咧，點知咧就開始沉船。咁咧所有嘅即係船員咧，其實都冇咗㗎啦，咁啊得翻你哋自己嘅啫咁啊。咁咧就你咧只可以選擇以下嘅其中一件物品去求生啦。咁你會選擇啲乜嘢咧？第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大西洋嘅地圖。第二樣咧就係朱古力。第三樣咧就係一塊鏡。咁好啦，咁啊大家自己諗一諗先，你會揀乜嘢咧？鏡。可以講出嚟。我舉手，想同大家5秒諗一諗先。好，地圖嘅舉手。好，放手，然後就朱古力。朱古力。朱古力。你少啲人，我點解揀朱古力啊？呢個係咪咧？食任何情況都係揀朱古力。佢喺香港都係。冇體力點樣去支撐跟住落去嘅日子咧？哦，冇體力，即係支撐體力嘅。好，咁啊 ，OK，咁跟住你就出翻先。鏡嘅，係好。咁我又問一問頭先揀地圖嘅朋友點解揀地圖啊？因為我要知道目的地嘛，即係知道自己喺邊。好，知道目的地喺邊？鏡嘅朋友咧？唔係 GPS 嚟嘅喎。唔係 GPS。鏡係因為即係睇下有冇商船或者其實船經過嘅時候，可以反射閃耀嘅時候，讓對方知道我存在。係好，唔該晒各位先。好，咁跟住咧，我死咗啦。唔問係啦，呢個正係我想講嘅嘢。咁樣咧就根據呢一個嘅US 嘅 Navy 啊，其實係佢哋嘅 Coast Guard，即係佢哋海洋防衛隊啊，海岸防衛隊。咁咧其實佢哋有一個答案，本身唔係淨係3樣，唔係淨係3個文件嘅，其實有成10幾個文件嘅咁啊。咁咧其實咧佢哋揀咧嘅第一樣嘢咧係一個鏡。點解係鏡咧？因為其實咧你最緊要咧係首先你第一個諗法，你揀嘅時候其實你目標係啲乜嘢？Michael 同埋一黑人去揀朱古力，可能就係我要夠體力要求生啦，咁樣就係生存，真係你要有能量啦。咁咧呢一個就諗啊，究竟你朱古力可以維持幾多日咧？咁樣咁但係喺你用盡朱古力之前咧，你就揀一個可以無限用嘅一個鏡喎。鏡就係隨時有人睇到你，就可以即刻去求生。地圖啦，揀地圖點解揀地圖咧？個目標係乜嘢？如果揀地圖，我要知道有幾遠。係知道自己喺邊個方位，係知道自己邊個方位，知道要去邊度咁樣。咁咧呢一個咧都係一個呢個就係其實佢係排第3嘅。咁其實咧好老實講咧，如果你喺你大西洋中間乜都冇咧，有個地圖其實你都唔知自己喺邊嘅。係咁所以呢樣嘢咧都係好緊要嘅喎。咁所以其實呢個同我哋營商係好有關係嘅。首先就係你用鏡。你要睇得到啦，睇得到唔止係你睇得到個目標，或者你睇得到個地圖，你自己喺邊個方位，而係人哋要睇到你。呢樣嘢係最緊要嘅。跟住咧，食得飽，即係你營商，咁我哋唔係做，即係唔係完全做義工啊嘛，咁樣，咁所以你都要有下邊嘅同事啦，你有自己嘅 staff 啦，你要去養得到佢哋，自己賺到錢係養得活自己，可以 run 到run 到你個生意啦。咁跟住啦，仲有最後就係一個你計得到啦，地圖都重要㗎，即係知道自己係去到邊度同埋去緊邊個方向啊嘛。咁你都要有個訂立一個目標一個方位，咁你個商業嗰個定位清晰啦，咁你件事先至行得到嘅。咁所以呢3樣嘢我覺得都好緊要嘅。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有啲圖嘅，呢度未必睇得好清晰，但係大家用下你嘅想像力，轉頭會俾到大家睇嘅。邊一幅圖最可以代表到你嘅事業嘅願景？即係最終目標意思。係啦，你中意幾遠都得嘅，冇乜所謂嘅，一個願景俾大家睇一睇先。揀一張圖得㗎啦。
跟住咧，我想你哋兩個同隔離位可以傾下，咦？你揀咗邊張圖啊？點解咧？點解覺得嗰個係你個關於你事業嘅一個願景咧？好，大家可以同隔離位傾一傾先，你揀用直覺就得㗎啦，其實。Michael，你嘅隔離位係 Eric 我自己嘅想法係啲人我嘅事業可以擴散去所有人都知道睇到或者用到。都可以擴散到你其他開心嘅世界。係即係我喺內心嘅就係我想出名成為其實我好想第二個就係會解決事業。咁我就係我哋想要做一個知名嘅人士，俾所有人都認識嘅樣。咁但係可能嗰個做法就會係我要有啲咩可以擴散去俾所有人認識咯。我講下我自己，我會中意呢一幅嘅，即係個形狀。其實咧，即係我都已經步入咗中年啦，其實都將近就快到啦。其實我發覺自己其實想用一啲比較隨心隨性嘅方法，自然啲嘅方法咧，去令到呢個世界有啲唔同。咁當然啦，呢個過程係一個即係播種嘅過程，但係我都想唔好太刻意去逼自己，反而有一種配合呢種大自然嘅方法。我哋咧繼續落去嘅，因為呢一個我知道大家一定有好多嘢想傾、想分享，咁可以陣間完咗個會議嘅時候，可以再繼續去講下自己嘅願景嘅。咁好啦，同一 set 圖，邊一幅比較可以代表到你理想中未來嘅你咧？即係你可能你有唔同嘅角色嘅，咁你可能係你嘅生意嘅老闆啦，你可能係你屋企人嘅一個即係有屋企家室嘅人啦咁樣，咁或者你係一個作為一個朋友啦，咁你覺得未來啦邊一幅圖比較代表到你咧？呢個絕對係呢個，絕對係。因為頭先已經提過呢樣嘢，頭先已經提過呢樣嘢，絕對啱。咁又係同隔離嘅。係咁，如果俾我會揀樹嚟咯，因為都係即係。大家我哋翻返嚟先啦，因為咧我仲有呢個10分零鐘12分鐘嘅時間，咁咧就大家同我一齊堅守呢個時間啦。咁咧我都挑戰緊自己。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之後可以再傾傾嘅咁樣。咁咧而家咧我就想派一個紙俾大家。咁咧因為頭先講開大家生意嘅即係個願景啦，講咗自己覺得啊我理想中嘅自己其實可以係點樣嘅咧？咁跟住咧就想頭先我哋講藍圖啊嘛，咁開始去少少嘅思考同埋規劃啦。咁我想大家去諗，如果冇筆嘅朋友，我呢度有筆嘅。本身都唔係嗰個場啦。OK， 好咁咧好咁我哋好多時咧去諗一啲未來嘅嘢咧，我哋會係未開始諗得足咧，就已經去打沉自己，冇錢啊，冇資源啊，唔識人啊，呢個 entry barrier 好高啊咁樣。咁咧，但係我想大家去諗嘅嘢咧，就係如果冇任何資源嘅限制，即係你想要嘅 network 咧有，你需要嘅錢嘅資金係有，唔係亂揈啊，但係你想要嘅資金去發展係有嘅。咁你覺得你3年之後你想要嘅事業同埋生活係點樣嘅咧？咁咧你見到你嗰張紙嗰度咧，其實有3大格嘅。咁咧，我想你主要喺第3格嗰度，就代表你由第2年去到第3年嘅嗰一個情況。其實你想係事業同生活係點嘅咧？咁我左手邊咧有寫生活同埋有寫事業嘅。你中意咧可以係上邊係寫生活，下邊係事業。咁我建議大家咧，你除咗寫字之外咧，你可以畫圖嘅。頭先啲圖希望俾到少少嘅啟發大家。咁你可以我幻想其實喺3年後咧，我想要係點樣嘅咧咁啊？咁我俾2分鐘時間，大家好快地去畫一畫你自己嗰個圖啦。OK， 好。咁喺大家，我見有啲朋友繼續畫緊啊，有啲朋友就已經搞掂啦。
咁咧大家我想你哋你哋去諗一諗，其實我去到3年嘅嗰一個時間，其實中間會遇到啲乜嘢嘅困難咧？咁你可以稍為去諗一諗。咁其他朋友就會俾多少少時間大家去畫埋，剩翻你想交落去嘅嘢。OK， 好啦，咁咧頭先就係一個2至3年嘅一個諗法啦。咁亦都諗咗一啲嘅自己嘅困難，有機會係啲乜嘢嘅。咁跟住落嚟咧，就係因為我哋今日係第一次雙導行嘅正式會議嘛，咁所以咧就想大家諗下啦。我哋其實咁多位雙導行者一齊嘅時候，我哋究竟喺雙導行1年之內，你想雙導行點樣幫你邁向到你3年嘅呢一個願景咧？中間有啲咩困難係大家可以一齊去幫到你去解決嘅咧？或者你自己你想點樣可以令到自己透過雙導行可以做到4正嘅一個營商嘅方式咧？咁咧就可以喺第1格嗰度畫啦。你本身第1格有嘢都唔緊要嘅，1年嗰格有嘢都可以繼續加落去嘅。好，我見大家都好似差唔多。其實咧呢一個工具咧係我借咗一個士丹福大學嘅 professor， 佢一個教授咧，其實佢哋2個教授一齊，咁咧跟住佢就運用咗一啲設計思維嘅概念喺入邊嘅。你哋做緊嗰一張圖，咁佢本身係一個5年嘅計劃，咁不過今次就縮短咗做一個3年嘅計劃。咁希望就可以幫大家睇到其實你3年之後你想點樣，而係而家有啲咩可以做到。咁所以咧，最後剩翻呢幾分鐘嘅時間咧，我想大家可以去同隔離位，亦都係去 share 下、分享下，究竟你畫咗啲乜嘢，或者你寫咗啲乜嘢咧？你唔一定要俾一張圖對方睇嘅，但係我覺得你可以分享下你自己嘅感受係啲乜嘢，一啲可能3個重點關於你嘅嗰一幅圖，咁可以同對方分享一下，咁樣，咁都係俾2分鐘時間大家。分享下 OK， 好，咁我想大家咧，你哋分享完之後咧，同對方講一聲多謝佢分享俾你聽嘅，多謝佢對方嘅聆聽，多謝你嘅聆聽，你嘅一個願景同埋需求。係，咁我今日咧就唔邀請大家喺呢一度分享啦，咁但係陣間食飯嘅時候，大家可以繼續去傾嘅。好，咁就多謝咁多啦，好 ，very good。